美国职篮 NBA 大胡子哈登 James Harden 今天攻下38分，率领休士顿火箭112-85击败西区排名第2的丹佛金块。火箭48胜28败，胜率62%，落后65%的波特兰拓荒者等队排在西区第4，距离西区龙头战绩51胜23败，胜率89%的金州勇士有4场胜差，已经确定晋级季后赛的火箭，在剩下的例行赛仍有机会将排名向上提升，增加季后赛优势。上季年度最有价值球员 MVP 哈登今天除攻下38分，还有6篮板、6助攻。今天有17分、15篮板双时演出的卡佩拉 Clint Capella 说：“这对我们的信心、节奏、和谐一致来说十分重要。我们今天表现得很好，把对手的单节得分都压在25分以下。”根据休士顿纪事报的资料，哈登打完这场比赛，他的单季总得分冲到2606分，是史上单季总得分的第17节，且球季还在进行中，他能再把成绩持续堆高。包含哈登今年的成绩在内，单一球员单季总得分超过2600分的表现，一共仅出现17次，其中张伯伦 Wilt Chamberlain 包办6次最多，近代球员以乔丹 Michael Jordan 的4次最多。单季总得分最高纪录是张伯伦1961横线62年球季的4029分，乔丹1986横线87年球季的3041分排在第3，是近代球员最高。布莱恩 Kobe Bryant 2005横线06球季的2832分排在第7。